扎西迪列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本期的新闻要点有：达赖喇嘛尊者出席藏斯卡僧俗民众举办的长寿法会；中共当局在西藏康区卢霍县摧毁数百座佛塔及佛像；司政边巴次仁鼓励藏人青年坚定民族认同；教育部长塔兰卓玛出席第8届西藏教育展；安全部长加日卓玛在新德里出席涉藏会议；德国黑森州隆重庆祝达赖喇嘛尊者90华诞；2025欧洲联合行动研讨会在法兰克福召开。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三7月23号上午，在印度拉达克藏斯卡地区帕敦镇的10轮法会场，出席了由藏斯卡佛教协会和寺院协会以及可夏寺夏境辩军大法会筹委会共同举办的长寿法会，并发表慈悲开示。在尊者从卡夏行宫抵达10轮法会场后，尊者亲自为即将兴建的藏斯卡祈愿佛塔奠基，并祈愿该项目圆满成功。达赖喇嘛尊者在法会上发表讲话时，着重强调了他与藏斯卡人民之间的深厚因缘，以及整个跨喜马拉雅地区的民众对他保持的坚定信念。尊者再次重申，依据梦境中的预兆及诸多受记，他确信自己将注视130岁。此前，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一7月21号上午从拉达克首府聂城乘坐直升飞机抵达藏斯卡地区的帕敦镇，受到当地各界民众和寺院代表的隆重迎接。在抵达藏斯卡新落成的卡夏行宫后，尊者为卡夏寺夏季辩经大法会进行揭幕。法会筹委会主席格西洛桑茨佩在致辞时，对尊者再度莅临藏斯卡表达了崇高的敬意与感恩之情，并强调此次辩论大会是响应尊者呼吁的重要一环。他还指出，此类会议为不同宗教信仰者之间的深度交流提供了宝贵平台。达赖喇嘛尊者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时，重申佛教以逻辑和理性为基础，并强调辩经不仅是运用智慧的途径，同时也是流亡藏人社区在人口有限的情况下依然成功保护传统文化的重要手段。此外，根据来自西藏境内的消息，中国政府于近期在西藏东部康区的卢霍县摧毁了超过300多座佛塔以及多尊大型佛像，并加强了对当地的管控和实施严厉的信息封锁。这起破坏事件发生在今年5月下旬至6月初，地点位于卢霍县祥干寺附近的隆拉桑日神山。据悉，除300多座中性佛塔外，还有3座大型佛塔也被推平。同时，当地新建的一尊色达那荣无名佛学院创始人堪波奇美彭措塑像和一尊莲花生大师大型塑像也遭彻底摧毁。当局宣称，这些佛塔修建在政府用地上，并在事件发生后对该地区实施严厉封锁，阻断一切对外信息流通渠道，拆毁现场以全面封锁，严禁出入。与此同时，当全球各地隆重欢庆达赖喇嘛尊者90华诞之际，当局全面禁止卢霍县及周边地区的公共集会，直到本周三7月23号才解除限制。另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于本周一7月21号在嘎沙秘书处与来自比利时和美国的60多名藏人青年进行了交流。期间，司政鼓励年轻一代藏人坚定民族认同，深入学习西藏的历史，增强在藏中冲突议题中的发言能力，并强调中间道路政策是解决西藏问题的和平之道。司政还指出，达赖喇嘛尊者对西藏自由事业的承诺始终坚定不移，而流亡藏人肩负着延续这一事业的重要责任。另外，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长塔兰卓玛于上周四7月17号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的西藏儿童村学校
出席了第8届西藏科学、数学与环境主题教育展。此次展览主题为科学与技术促进可持续环境，呼应达赖喇嘛尊者的4大使命之一。来自流亡藏人社区的19所学校的39项展品参展，其中12项入选将代表西藏学校参与下阶段的印度国家级展览会。此外，4至8年级学生也参与了艺术视角下的自然科学为题的展览，通过绘画、模型、歌曲以手工艺等形式展示了43个项目。塔兰卓玛部长在展览活动上致辞时，鼓励学生勇于探索多元职业领域，努力追求卓越并勇敢筑梦。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安全部部长加日卓玛于上周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出席了由印藏合作论坛与印度民族志愿服务团国家执行委员会联合召开的会议。在新德里期间，加日卓玛部长还会晤德国驻印度大使馆官员亚历山大·卡莱加洛。卡莱加洛表达了德国对西藏宗教自由的持续关注与支持。另外，德国黑森州于近日隆重举办达赖喇嘛尊者90华诞庆典，现场聚集多名德国政要、长期支持西藏人士和各界代表。庆祝活动要点为德国记者史蒂芬·施罗德的新书发表会。该书详细记述达赖喇嘛尊者与黑森州之间长达数十年的特殊友谊，并特别致敬前州长罗兰·科赫。他曾近50次在黑森州接待达赖喇嘛尊者，并坚定支持西藏人民的自由事业。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代表赤列曲吉在庆典上致辞时指出，该书不仅是对达赖喇嘛尊者的致敬，也提醒人们不应遗忘西藏人们为尊严与文化延续所做的斗争。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办事处于上周四7月19号在德国法兰克福的西藏之家召开2025欧洲联合行动研讨会。来自欧洲8个国家的藏人、华人、维吾尔人、香港人和各团体的代表出席了研讨会。会议由藏人行政中央驻欧洲华人联络官桑杰加协调，驻澳洲华人联络官达瓦桑姆应邀出席。此外，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代表赤列曲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而台湾驻德国代表处谢志伟大使也特此向研讨会发来贺函。为期2天的会议一致通过多项决议，反对中国政府干涉达赖喇嘛尊者转世事务，尊重各民族的自决权以及台湾的主权，强烈反对中国镇压人权捍卫者和意见人士，以及毁灭少数族群的传统文化与语言，并决定成立欧洲联合行动联盟，协调各方展开抗中行动。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